第三，如果佢咬你，千祈唔好俾佢咬到你大髀內側，同埋咬到你嘅腎，因為咧呢啲咧咬你之後咧，你就會失血過多。我未送到去你去醫院咧，你就已經會唔喺度㗎啦。如果佢咬你咧，寧願俾隻手去咬，俾個大髀佢咬，知唔知啊？聽唔聽得明啊？哦，即係我仲要諗定，如果萬一我真係俾佢咬，我仲要俾邊一樣嘢佢咬。好啦，咁跟住佢就話啦，如果你咬咗你之後，你千祈唔好同佢鬥力，你唔好向外拉，因為你向外拉咧，佢會咬得你更緊，去碌住你，當你係獵物唔俾你走嘅。咁佢話老虎啲牙咧，如果成年嘅老虎嘅牙係可以咬穿你啲骨頭。哇！咁講完一大輪嘅時候，咁我仲要我去拖住。原來每日下晝工作人員都會帶啲老虎嚟游水，我哋終於行10分鐘嘅路嚟到。